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宜家楊師奶。秋風起，涼涼地，今條片我哋一齊親親大自然。究竟睇邊個國家嘅國鳥？仲有邊種動物明星？我哋一齊去片睇下啦。Richmond 列治文最近開咗間新嘅動物農莊，有別於一般普通嘅農莊，有幾特別？因為呢度啲動物好似走地雞咁，可以周圍走㗎。仲有黑天鵝同我打招呼，好似同我講歡迎光臨。準備好，我哋就一齊入去參觀下啦。當日仲有 live band 表演。不過要有心理準備啊！呢度遍地黃金，好容易中獎㗎。呢邊有隻爛糞豬，嗰邊都有隻爛糞牛。跟住出場係37號嚟自蘇格蘭嘅切德蘭矮種馬，可以拉得喐佢哋體重2倍嘅物體㗎。呢幾隻侏儒山羊通長跑，好似百厭星一樣，周圍都見到佢哋蹤影，仲打成一片添。大家見到佢哋就要小心啦。首先出場嘅明星動物就係佢羊駝，因為體型比駱駝細，背上高冇肉峰，生得又似綿羊，故而得名。羊駝屬於駱駝科，一樣係有3個胃。當佢嬲或者驚嘅時候，可能會吐口水防衛自己，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，唔好行咁埋啦。呢種明星動物，我以前喺日本只係遠遠見過一次，好開心今次可以咁近距離接觸，跟住佢周圍行，影咗好多相，好滿足。羊駝一般喺高原生活，而家全世界大概有300萬隻左右，大概90%以上都係生活喺南美洲，喺亞洲同北美比較少見，所以好受歡迎㗎。全個農莊一共有10英畝，有41種動物，超過300隻，總有一隻喺附近。喺水池旁邊見到呢對鴨，大家識唔識讀佢哋個名啊？獨負係早期嘅鴛鴦，而家嘅學名係赤麻鴨。原來古人先後將2種嘅鴨科鳥類認定為鴛鴦，到咗清代，鴛鴦唔再係赤麻鴨，而轉咗係赤溪啦。睇完鴛鴦，仲有佢啲朋友。呢2隻鴨好識搶鏡頭㗎。原來佢就係台灣出名嘅姜母鴨。呢隻紅豆豆嘅公雞一定係大霸王，簡直係雞中嘅巨無霸，色彩奪目嘅孔雀。雖然睇唔到佢開屏，不過一樣咁靚。講返迎賓大使，嚟自澳洲嘅黑天鵝，來頭一啲都唔細。原來澳洲嘅國徽除咗袋鼠同鴯鶓之外，中間嘅盾牌代表6個州，而黑天鵝就代表西澳洲。講起澳洲國徽，當然唔少得佢澳洲國鳥鴯鶓，別名澳洲鴕鳥，係而家世界上第2大嘅鳥類，僅次於鴕鳥。鴯鶓雖然得3隻腳趾，但係最快嘅時速可以去到每小時80公里㗎。當日全場都見到佢嘅蹤影，就算你坐喺度食嘢，佢行過都唔會騷擾你㗎，真係好乖。嘈醒咗佢添，唔好掘住我啦。又到明星動物出場啦，大家見過佢未呢？灰冠鶴，我都係第一次見咋。原來係烏干達嘅國鳥，國旗上面都有㗎，真係失敬失敬。佢嘅特色係頭頂上高有明顯嘅黃色稻草狀羽毛，好似戴咗皇冠咁，真係好有貴氣，好似皇室人員一樣。模特兒嘅身形，行 catwalk 嘅姿態都婀娜多姿。聽聞係全個農莊最貴嘅動物，等我做佢一陣保鏢，跟住佢出巡散步先。保護完烏干達國鳥，就去探下初嚟報道嘅澳洲國寶袋鼠。估唔到唔使飛去澳洲都可以睇到袋鼠，真係有啲喜出望外。新移民係要俾啲時間慢慢適應嘅。
仲有佢嘅親戚豚鼠，因為外形似兔仔同水豚而得名。主要生活喺阿根廷，係屬於豚鼠科。近鏡睇又真係好似兔仔喎。呢隻照緊燈嘅 BB 係8個月大嘅沙袋鼠，消毒過雙手，工作人員仲會俾你入去同佢近距離接觸。冇諗過可以親手摸到隻袋鼠 BB， 好得意啊！原來佢有對又長又靚嘅眼睫毛，真係電暈你㗎。隔籬仲有一群活潑可愛嘅兔仔，可以入去餵草㗎。出邊跑嚟跑去嘅仲有佢啲朋友，包括呢隻好似狗仔咁大嘅巨兔。出入口附近仲有一啲唔同嘅雀鳥，近距離觀賞咗咁多可愛嘅動物，好似上咗一堂寶貴嘅動物課堂。參觀完之後，我覺得好有意外驚喜。呢個新開嘅農莊雖然好多設施配套都需要改善，不過可以咁近距離睇到珍貴嘅國鳥，仲有咁可愛嘅明星動物，真係好值得推介。唔止係親子動物農莊，大人都睇得好開心，好興奮。未散場㗎，仲有下半場。今次係參加咗一個由香港人辦嘅非牟利組織中秋節活動，除咗 BBQ， 仲有猜燈謎，玩得好開心。好多謝呢班熱心嘅年青人搞咗個咁好嘅活動，大家有興趣歡迎隨時參加。星期一就中秋啦，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！有時間記得撳個掣，同你至親至愛視像問候一下。祝願大家有個愉快嘅中秋節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楊師奶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